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8月25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81篇第10节到16节，耶利米书11章第1节到17节，彼得前书第3章第8节到12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受苦。有一个人足爱传福音予未信的朋友，因的一心互人感动，但是却时常听到有人安尼讲，信耶稣就拢袂破病，或者捌听人讲信耶稣就拢无困难，敢真正有影是安尼？信耶稣的确是会当予人来得到福气，但是也有上帝的同在，会通有平安，迄是因为上帝甲咱同行，并毋是代表讲无搁再有苦难，袂搁再受苦。事实上，历代上帝的仆人、先知也拢在受苦，因为是为着上帝的义来受苦，选民却诚做先知受苦的加害人。耶稣基督伫初欠门徒的时阵，就安尼甲因提醒，因将来会拄着试探，会拄着苦难，所以讲，着爱留心。我派恁出去，就亲像将羊送入去到狼群的内底，恁爱亲像蛇共款的灵巧，爱亲像井仔共款的温顺，爱细字有人要甲恁掠，带恁上法庭，伫因的会堂来甲恁鞭拍，为着我的缘故，恁将来要予人带到伫统治者甲君王的面头前受审判，因甲外邦人见证福音。恁予人受审问的时阵，毋免烦恼，着爱讲啥物，也是安怎来对答。迄个时阵，上帝会指示恁应该讲的话。因为恁所讲的话，毋是家己的话，乃是你的天父的圣神正着恁所讲的。这是记载伫马太福音第10章16节到20节。耶稣基督另外伫马太福音第5章山上宝训这个8福的中间也安尼讲着，为着实行上帝的旨意来受逼迫的人，偌尔有福气。因是天国的子民。反倒当因为福音的缘故，拄着苦难的人就有福气。和合本的翻译讲，为着义受着困毒的人。现代中英译本翻译做为着实行上帝旨意，更较贴近着原来的意思。就好像亲像上帝对耶利米先知所讲的话，上主讲，恁都爱听清楚这个约的内容，然后来向犹大甲耶路撒冷的人宣布：我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，什么人无遵行这个约，什么人就受咒诅。我对埃及，对迄个在烧着的这个火的中间，将因的祖先带领出来。我甲因立这个约，我要爱因来顺服我，遵行我的命令。我甲因讲，因若准服从我，就是我的子民，我要做因的上帝。安尼，我就实现我对因的祖先所受的罪，将因现在
徛起伫流年甲密即个肥的土地赏赐互因。基督徒所得到的运福，就是甲上帝所立的约。上帝应允、保证、赏赐恩典福气。有一个但书，就是基督徒应该爱遵行上帝的诫命甲旨意。因此，现代中英译本翻译八福讲，为着实行上帝的旨意。即种的人是得到福气的，也应该讲是一个蒙福的人上基本的要求啊。可是选民以色列人，基督徒却是毋听。自从我将因的祖先带出埃及的迄一日，我一再劝勉因服从我，但是因总是毋听，也毋插我。反倒当受家己迄个固执邪恶的心思所控制。我要爱因遵守这个约，但是因拒绝啦，所以我照这个约的规定来处罚因。基督徒的受苦应该简单分做两种。第一就是咱拄则所讲的，为着实践上帝的旨意来受到逼迫，来受苦。另外一种就是亲像约拿违背上帝的旨意命令，或者是讲浪子的故事中间的细汉囝同款，因为甲上帝的旨意来相违背，因为安尼就必须爱面对苦难。到底倒一个苦难是得到福气的苦难，倒一个是最后审判可能爱面对的苦难呢？耶利米书第11章11节讲，17节讲，我上主万军的统帅，裁整以色列甲犹大。现在我要降灾互因做歹，家己来惹这的麻烦，因巴力来献祭，叫我受气。彼得前书第3章也提到基督徒所得爱面对的苦难。圣经安尼讲，总讲一句，恁着拢爱同心，互相同情，好若亲像手足骨肉同款，用仁慈谦卑来相款待。毋通用歹来报歹，毋通用侮辱来行谄媚。相反的，就爱用祝福来回报，因为上帝呼召恁的目的，是着要爱赐福互恁。基督徒得福是因为家己的努力来追求上帝的义。努力来活出美善的生命，互咱来远远离开这的歹代。彼得讲，亲像圣经所讲的，什么人要享受人生的趣味，希望过好日子，就得爱禁止因的嘴来讲歹话，禁止嘴唇来讲白贼。伊应该爱撇开邪恶来行好，一心来追求和平。安尼生命目标才是义人的生命，才是蒙福之道。彼得又搁讲，因为主看顾义人，来听因的祈祷，伊免做歹的人来变面。诗篇81篇第10节到第16节，上帝是咱的快乐，着大声称赞伊，着唱歌学乐雅各的上帝。第10节，我是上主恁的上帝，我捌带恁对埃及地上来，恁的喙着大开，
我就互恁巴祝。毋过我诶子民毋听我诶话，以色列拢毋插我，我就出在因心意，互因照家己所爱去做。我若安尼来仰望我诶子民听叹我，以色列肯行我诶路，我就紧紧就会制压因诶对敌，用手来拍倒攻击因诶敌人。怨恨上主诶人会伫伊诶面前来衰退，因会永远受到刑罚。上主要用好诶麦，互以色列人食，用对石盘出诶蜜，互因来满足。恳求上帝甲咱同在，甲咱同行，保守咱。好咱亲像主教示咱的祈祷讲，毋通叫阮入敌刺，着叫阮脱离迄个歹的。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